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你相见。已经过了1个礼拜，你有没有很期待我们一起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大家同心敬拜、同心赞美、同心祷告，也同心分享我们的喜怒哀乐。感谢主，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见面，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现在礼拜要开始了，我们现在预备心，我们来默祷，准备来今天的敬拜。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各位弟兄姐妹，诗篇95篇1到3节这样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是的，这个时刻我们就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来欢呼。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磐石。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在诗歌之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能够一起敬拜是我们的福分，愿你帮助我们渴慕你，寻求你，也知道在你的里面必有我们生命中的安息。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邀请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唱这首歌，愿我们都住在耶和华的里面。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我们更多的跟主说，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
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谢谢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寻求安息。主啊，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连结于你，帮助我们在疫情已经过好久一段时间的时刻，我们仍然把我们的处境交托在你手中，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下都能够有平安。愿你成为我们有盼望、有爱、有信心的原因，用你的大能来填补我们的伤口以及缺乏，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快乐。谢谢主，我们将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我深深渴慕》。愿主帮助我们记得他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以为梦醒就不会哭，以为忍住就没痛苦，只有走过幽谷才明白，你的运行即是荒芜，你已许做我永远的福，我的名字你都记住，就算生命没有路，我还要跑向我的主。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的一生能紧紧捉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窄门十字道路，何等难走，能够服侍耶稣。愿主帮助我们在和他同行的日子中能够满足。做我永远的福，我的名字你都记住，就算生命没有路，我还要跑向我的主。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捉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窄门十字道路，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主你为何？主你为何要拣选我？主你为何
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要赞美主，决心走向窄门是家道路，好的满足能够服侍耶稣，决心走向窄门是家道路，好的满足能够服侍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大全能创造万物独一真神，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你又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向我们大施慈爱，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要尊你为大。主，因你的诚实慈爱存到永远，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你复辟的圣手时刻保护，引导我们走宽阔之地。我们要赞美感谢为祭献给你。今天我们要对你说，我们爱你，我们一生要爱你，因为你对我们大施慈惠，用厚恩待我们，以慈悲怜悯为怀。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所有的赞美都归于创造万物、爱我们的主上帝。听人祷告的主上帝，你说，若是我们中间有2、3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你又说，一人能赶走1000人，2人使万人逃跑。恳求你兴起富强教会祷告的伙伴，齐心为你着你的教会复兴、小组、团契、牧区的运作、长子同工、全职同工、牧者团队以及众弟兄姐妹们，帮助我们同心合意，为所关心的事代祷，看见肢体在基督里合一，在灵里成长活泼，做你圣洁的子民，荣耀主名，满你心意。主啊，你又说，凡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你必赐福给他们。今天我们将富强教会的长辈、兄姐、青少年、小儿、幼儿们全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你做富强教会的保护与帮助。愿你的爱永远与富强人同在。全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赐我们身边有许多爱我们的亲朋好友、主内弟兄姐妹。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身心灵平安兴盛，生活蒙福，在软弱时与他们同在，在病痛时求你医治，经济工作遇到困境，求主供应带领他们。主啊，在疫情冲击中，人的心情绪有受到影响打击，不安焦虑，生气愤怒。主啊，怜悯我们，赦免我们，除去我们内心这些念头，赐我们信心依靠你，战胜疫情的威胁与恐慌。也因着在注射疫苗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冲击，我们心中挂虑不安，我们惊惶，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赐给我们信心，全然来依靠你，
明白主必要照你的心意、时间与完美的方式，应允成就我们的祷告。恳求你除去我们内心各种污秽、私欲、邪恶的念头，将你丰盛的慈爱、平安和喜乐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能像大卫一样，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内心有更新正直的灵，让我们一生求告你，在你里面心坚定。这个时候，我们也同心为着台湾众教会，无论高山海边、都市乡下，奉你的名聚会的，都能得到你眷顾，满满的赐福。也兴起你的儿女教会，更加爱人爱你。早上的敬拜，求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上帝，帮助提升我们的信心，领受你的教导，开启我们的心智，真实听见慈爱大牧者的声音，帮助我们听你的话，因你的话是带有能力、生命与力量。我们需要赐给我们你的智慧，与看见属灵的奥妙。愿我们与你有丰盛的团契，得到丰富的喂养。求你降临在我们每个人居住的地方，使我们专心敬拜你。我们同心感谢祷告，并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今天早上我们有2段的经文，第一段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的 A， 还有18节。第二段是罗马书5章2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30章15A， 请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置不肯。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第二段，罗马书5章2到5节，请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感谢主，他的话赐给我们，愿他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接着圣歌队献诗哥哥他的爱。献诗完，我们请夏牧师来讲道。주
各位弟兄姐妹，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我们在线上一起同心敬拜神。虽然已经过1个多月，大家可能慢慢习惯这样的敬拜模式，但是求神保守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恢复大家彼此见面、彼此分享、彼此鼓励代祷的时刻。之前我们每一个礼拜在这边见面，感觉很自然哈，很觉得理所当然。但是现在我们已经1个多月没办法相见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说好像失去的很珍惜。我期待我们因为这样子，能够更多的去珍惜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和睦同居、彼此相聚那种美好的时刻。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再来开始分享神的话。亲爱的父神，谢谢你让我们这个时间透过网络、透过线上一起来敬拜你。主，愿你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在这个疫情下心灵的最大的帮助，让我们突破现在的困境。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一起勉励，求神在我们当中。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时间一直在调试我们在居家防疫的各样的阶段。牧师要今天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话题，这个主题叫做居家防疫的信仰智慧。期待我们基督徒因为有信仰，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力能够克服我们在居家防疫以及面对疫情的挑战。那牧师要跟各位分享的经文，等一下我们也会一起来学习。首先是很多的记者或是很多的专家在评估我们在疫情当中所面对的压力。那其中呢，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关极端的压力。什么叫极端的压力？就是医护人员的极端压力。因为大家逃避风险是每一个人的本能，但是我们这一群医护人员，我们在医院的诊所的医生、护士以及工作者，还有包括在第一线负责安置、负责防疫旅馆也好、居家隔离也好，这些护理人员、工作人员，他们是责任驱使，他们要去接触
这一些受这个确诊者，所以他们暴露在新冠病毒风险的第一线。那他们面临到难以想象的高度压力，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去思考，纯粹是一种责任心的驱使。但是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们会遇到很大的挑战。这也是我们要一直为他们祷告的地方，因为他们这使命感让他们能够超越这样的恐惧。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在疫情下的极端压力。不过在我们一般人当中，我们也面对不同的压力。那我看到很多人在诉说的时候，我把它整理成这一些的哈，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碰到这样的疫情下的压力？第一个压力是，当然就是很怕受感染的压力。比如说你要去外地，你要去跟人家接触，你要一个曾经有足迹的地方，或是到北部比较感染比较高的地方，你都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说到底我接触的人有没有感染？那最近这2个礼拜，我们又有一种要不要打疫苗的压力。之前因为疫苗还没来，我们很恐慌，是不是说怎么办？现在疫苗来了，大家又觉得说，到底会不会有后遗症？这个也是一种压力哈。还有我们很多亲人都在北部工作，或是子女，也许我们又会担心他们在疫情的热区，在那边会不会有感染的风险呢？当然，在生活上，我们即使远离这个疫情的挑战，不过我们很多人在工作、在事业、在经济，多少都受影响。特别是我们现在知道，服务人的这种事业都受影响，比如说餐饮事业、旅馆业、旅游业，或是人群聚集才有生意的，现在都不行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报道说，这个店撑不下去了，这个旅馆要关了。那这些都是成为我们压力的来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事不同的行业哈。还有一个是觉得最尴尬的是人际关系的压力。平常很要好的朋友或是很重要的亲人，这个时候反而你不敢跟他见面所以那种欲拒还迎那种感觉这是我们现在在人情上、我们在亲情上的压力。我们也担心我们家中的长辈，他们抵抗力比较弱，可能是担心他们的怎么保养，我们也会为他们来烦恼。还包括我们许多人的孩子，无论是大学或是高中、国小，甚至幼儿园，他们都不能去学校。你会不会担心他那学习效果好不好啦？考试考得好不好？能不能适应这种教学方法？那是不是会让他的那个成绩受限呢？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生活上在疫情下的压力之一了哈。那总合起来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境跟挑战，一些专家给我们整理出来说，在这个新冠疫情的世纪大疫下，它震出了人们心中最深处、最不放下的层面。意思说，可能我们不知不觉就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在我们心灵里面产生了。比如说，我们会焦虑、会惊慌、会害怕，甚至会愤怒或是悲伤。那这些有时候是你意识到了，有时候是根本没有意识，但是深沉在你的心灵里面。所以我们会看见现在社会这个现象，就是面对疫情呢，我们开始都会怎么样？恐惧。所以呢，消息一出来，3级警戒一来，所有的食品物品生活必需品都被抢购一空。那虽然买了，但是还是觉得到底有没有缺啊？我现在要去买，到底这个市场有没有危险？这个超商有没有影响？这个卖场有没有影响？这些有没有感染的这个损害？这都是我们在情绪当中哈。那有一些专家学者就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去破解它？因为你这样跟着走会疲劳，会辛苦。所以呢，
我们要学习开始去辨认你的情绪，坦白的面对你自己，说到底我会不会害怕？我在担忧什么？这些都要先了解，然后开始进入学习的领域。意思是说，不要逃避，说你会担心，你会烦恼，你会紧张，你会有一种压力。你是先面对、了解清楚，然后找到解决之道。就好像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你要找出解决的方法，而不是逃避。所以呢，这个进入这个叫做成长的领域呢，我们就可以先来从各方面去学习，那找出平静、耐心、同情心、创意、乐观、感恩的心，帮助他人的心，活在当下这些品格。换句话说，在压力挑战之下，有时候我们会失去，但是你要把它找回来，那这个就叫做学习力了哈，一个学习的成长。那我们觉得基督徒最大的恩典，是因为圣经就是我们回到这个平安最好的帮助。所以呢，我们怎么样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找到平静安稳，归回安息？这是今天牧师要透过这2段经文跟大家一起学习的。第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就是上帝恩典的呼唤。圣经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表示他讲过了。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段话我用和合本，是因为大家很会背会熟。那这个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换句话说，什么都不做，能够冷静下来才会得救。那跟我们平常的思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得力是要操练啊，要一直动啊，但是他说你要平静安稳。那这个话语给我们一些思考，其实就是不靠人的力量，不靠自己的血气，这是一个灵性的功夫哈，它是属灵的操练的功夫。再来就是一个信心的依靠，还有是仰望圣灵的作为。3个阶段：灵性的功夫操练、信心的依靠，还有仰望圣灵的作为。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找到化解那一些忧虑、烦恼、压力、恐慌甚至恐惧的情况当中，你就要学习这样的功课，要心平静，要灵安息，然后常常与主亲近。你要借着这个管道，借着这个脉络，才能够达成。有专家提到说，这个就像一种叫做回到圣经、亲近上帝，增加这个叫做复原力的哈。Resilience 的意思就是说重新恢复了，就好像前几个礼拜水库都缺水，大家很紧张，突然间2个礼拜一直下雨，这个日月潭水满了，我们台南的南化水库水都满，都溢出来了，它的复原力很快就水就满了，我们心就放下来了。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透过圣经得到这个复原力？那就是你的内在的功夫、灵性的功夫、仰望的功夫，回归内在的安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回到上帝的爱跟安息中，你才发现说，你有力量去拒绝这些恐慌和一切外在纷扰的声音。用你的理智，用你的方法，可能是表面的，但是在灵里安息，你才知道说好像是不动如松的意思了哈，你就觉得这个不会干扰我，那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能力哈。所以我们陷入焦虑、恐惧，常常是因为我们看太多资讯了。其实我有时候跟谢牧师也在讲说这个明明早上都播报过了，还在看。感觉好像你要想要看，又觉得已经播过了，但是一直在影响你，因为你想关心嘛。那这个就是一种焦虑。那所以我们要避免去接触过多的这个疫情的新闻这些东西知道理解，
但是不要沉溺在其中。你要回来，基督徒要回到圣经，要听到其中的智慧，因为圣经所教导的常常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所思考的不一样。你要尝试去走这样的路，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种方法才是对的。就好像这张图画看到很温馨哈，一个小家庭，大家挂着口罩，安稳在主里面。这个安稳不是外在的安稳，是真的是心得平静，心得安息。平静安稳，归回安息，不是一个字面上的文字，是心灵上真真实实的跟神连结。就像小孩在妈妈的怀抱当中，没有任何的忧虑，安稳的睡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1节一句话说，要立志做安静人。这个在我们这个嘈杂的世代常常这些事好像不是我们平常喜欢或是想要做的，但在这个疫情的时代，我们真的要学习做安静的人，因为安静才能够理解很多事情的底细。所以我们不能掌控疫情，但是要安息在上帝的怀中的爱中，你才有力量做你自己做的工作。其实牧师最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家里面时间多了，但做事情好像做的效率并不比平常忙的时候做得好，因为好像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想到什么事情还没做，这个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那更何况有些事情因为你不能实体见面，不能到外面去，比如说讲生意，你是跟人家见面才有诚意啊，现在不行用电话，你会觉得说做的有没有到位啊，心中会有那种恐慌。所以在上帝的爱中，你心中有笃定，然后你曾谨守你的岗位，甚至你还有力量能够帮助别人，用好的话语来安慰别人，甚至能够在这个时候传福音，为神做见证。弟兄姐妹，立志做安静人不简单啊，好像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因为你有信心，你有依靠。所以这个是第一段神给我们的话语。在18节是这样说，上帝第二个呼唤是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句话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把握了，因为说耶和华要等候你等候不是要来处罚你，等候是要施恩给你。所以上帝恩典的呼唤，他要等候，要施恩给我们，而且他必然兴起，要怜悯我们。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就是他是公平的上帝，只要你等候他，你就会得福。这是神的应许不是随随便便讲过就算的，是因为神在他的大能当中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只是人因为担忧太多，人因为顾虑太多，人因为自己的软弱太多，所以就没有办法完全的释放，完全的等候。他说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第二段经文也给我们很多的学习。罗马书5章2到5节，他这样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段宝贵的话语，我们把它整理几个片段。罗马书5章2到5节的教导是说，因为你掌握住你信靠主耶稣了，因为这个信是个钥匙，一个开头，然后你就进入到这个恩典的水流。有信了，你就在这个恩典的水流当中，然后就会存着欢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没有这个信，
所讲的话只是空口白话，没有用，是因为你信了主耶稣，信靠耶稣基督救恩，他的复活的大能。因为这样子，保罗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为我们生活的常理，对不对？患难中大家慌张逃难啊，避开，怎么有可能欢欢喜喜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患难当中，有些事情是你不能自己掌握的，就像这个疫情，你不能指挥它不要来啊。但是在这个当中，你也欢欢喜喜，因为你有一个比这个疫情的危害更大的依靠，依靠神的能力，在主里面得到平静安稳，甚至生命的危险，我们都不会觉得对我们有多大的一个挑战，是因为不是我们不怕死，不是我们那个能力比人高，是因为我们依靠了有一个更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个这样的鼓励，跟一个很大的指导，说患难就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会生盼望，然后盼望就不至于羞耻。这些就是一个挑战跟学习的过程，没有捷径了，但是一切都是从信耶稣开始的。相信主耶稣，你就会得着这样的能力。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受迫害、受赶逐、受一切的苦难，甚至生命的危害。为什么他们能够站立不会跌倒呢？是因为他们知道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他们就不怕。那个是一个很极致的信心才有办法做到。因为当你知道这个大限来的时候，一个大的挑战来的时候，你躲避反而是更慌张，我们就直接面对了。那这一句话给我们最后最宝贵的部分，就是隐于能力之源呢，是什么呢？是最后一句话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弟兄姐妹，你知道了，意思是说，你不是靠自己能掌握住哦，有办法忍耐、老练、盼望，是因为你相信主耶稣，耶稣就将他圣灵的能力，将上帝的爱赐给你。所以一个信当开头，然后圣灵将上帝的爱放在你心里面。当你充满着上帝的爱在心里面的时候，那些忧虑就除去了，那些紧张压力就除去了，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我们还记得在去年当疫情大发展的时候，在意大利有很多神父为了照顾这一些患染疫的人，他们甚至失去生命。你会觉得说好像哇，代价太大了吧？我相信他们都是因为有神的爱在他们当中，他们知道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在主的爱里面就永远不失败。哇，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有的老年人呢，他甚至因为呼吸器不够，或是就医治的用品不够，他说让给年轻人吧。我们老年人再活没几年了，年轻人还有很大的这个空间要发展。你看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从信仰来的。各位弟兄姐妹，有这些专家学者或是这些专业跟我们提醒说，这个突破之道就是面对疫情，你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要欢欢喜喜。那在上个礼拜，牧师突然间想到要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想说，这个牧师又不是专家，怎么指导别人呢？想要来做一个问卷问每一位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在家里面这1-2个月来有什么得到很棒的一个 idea， 或是你的一个非常化的方法能够来度过这个疫情快乐来迎接这个疫情，或是在疫情当中能够快乐居家防疫。那牧师收到很多弟兄姐妹小组长的回应，我就把它整理成这几类第一类就是信仰类的，在居家防疫的时候，最多的人
从事这个工作，表示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很成熟的属灵的一个信仰，因为你知道要靠这个才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第一个是读经、抄圣经，还有练字，哇，慢慢不急就一字一字画，哇，觉得那个心情会平静下来。有的是大量读经，一年把它读完的；有的是一边读经，还有一些影片可以看，无论是 Good TV 啦，或是一些网络的那个信仰的影片可以对照哈，特别是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故事有拍成电影的，有的是一对一邀好朋友同工一起1对1，每日5到10分钟的读经祷告。那很多人都参加了线上的祷告跟聚会，有的是家人能够聚集举行全家的祷告祭坛。那我们在家里面很方便可以收看好消息频道，那很多牧者呢，哇，非常棒的一个信息，你都可以随时来吸收。从早上这个 Good TV 它就开始播放一些祷告会、空中祷告会那些信息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有的就安静下来读灵修书籍，增强属灵的免疫力；有的是跟孩子呢，每天晚上约定一个时间，大家不做其他的事，一起读经祷告。哇，很不简单。小孩子习惯了这样的方式之后，就学会灵修亲近神。有的是一边培养自己的绘画，画数字油画，然后听讲道。哇，两个都可以得兼哈。那你看这个信仰的部分很多了，信仰类的。第二类也不少，就是生活类。因为居家时间多了，很多人做这些事情了哈。有的弟兄姐妹他趁这个机会，把家里那囤积很久的储藏室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哇，觉得心情好清爽啊！这个断舍离不简单呢，因为平常你没空整理哈，就觉得看到的东西心情很不准。一清，哇，身心灵就清爽起来。再来是减少外食学习不会煮的菜，学习烘焙，哇，精进厨艺。有的是分享居家的料理我做的这道菜很好又便宜又好吃，这样子学做菜。那有的是幸福的家庭味道分享出来。更多的弟兄姐妹会学种菜、种花。我们教会很多长辈呢，他们刚好这个时候到田里面，哇，一块田地在那边耕作，哇，在那边空旷的地方，那很多长辈还帮忙照顾孙子因为小孩子都在家里面要有人陪年轻人要上班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类的。那也有弟兄姐妹是在工作进修这一类也做得不错，他们有的年轻朋友呢，他利用时间读书考证照，也就得到一张新的证照那有一些书很好的书没空看，这个时候可以安静把搁置已久的书把它读完。有的是直接在家里面工作居家工作，那能够跟公司呢有很好的一个回应。有的是在研究所上课借着网络上课那当然不可缺的是健康类的，我们很多会有就直接把家里面的客厅把它当成运动健身房跑步机啦，那些练举重的啦，很多重量训练的啦，还有拉筋的啦，都拿出来那在家里面勤做运动。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些各种种类当中，你是不是很多种你就在进行当中了？还是说有可以值得让你学习的地方？当然你可能有更棒的 idea， 也可以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我们的这个回应当中来分享出来。那这些都是一个正面的建议，但是牧师感觉上这1-2个月来我们要排除这些，一定会更快乐啦。就是你排除掉了，一定会更快乐。就这几项快乐居家防疫的用排除法。第一个，真的我们不要一直重复看疫情的新闻，因为那个是重复的，都是讲一些负面的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天要塌下来的感觉。其实我们台湾还是相对很安全的地方，我们要珍惜，但是不要沉溺在这个疫情的负面新闻里面。第二个，也不要转达那种不正确的信息，好像一听到人家提醒什么、警告什么你
你害怕还把这个害怕传给别人，而且那个是不正确的信息哈。第三个，我们在家里面的生活增加了，但是我们千万一定要作息不要失去正常。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要吃饭，我们都按照班表，这样才不会让你的生理时钟乱掉了。再来是饮食也不要失去正常。我们常常网络上看到说，哇，疫情一过，大家都胖了一圈，那怎么办？我们吃东西啊，因为在家里面很方便，冰箱很方便，但是我们不要失去正常的饮食的这个规律哈。当然就是要运动，我们不要因为太慵懒了就坐卧太久不运动，这些是排除法。只要减少这一些，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更有活力，更有精神了。那其实有专家在给我们一些建议，牧师也分享大家这个专家的建议。他说要保持生活的乐趣，增进免疫力跟家庭关系。意思说，你生活充满了兴趣、好玩，你就会产生一种喜乐的心，就会有更多的免疫力，而且跟家庭的关系会建立得很好。第二个是学习驾驭你的思想，不要跟着外面的信息走。那喜乐是一种选择哈。再来是学习在祷告中数算神的恩典，这个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工具。很多担念的事没错，但是你就是要数算恩典。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大声宣告说，我们要靠主来得喜乐，靠主的名拒绝一切负面的思想。这些宣告是带着能力的。神给我们最大的武器就是祷告，因为带着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在里面。不是谁祷告，是因为你有信，因为你信了基督，你就在恩典当中。所以呢，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在睡前呢，能够细数今天来到你身边值得感恩的事情，哇，把它想出来。我们在充满感恩，知道神在掌权，回到神所赐的安息之中。感谢神，感谢亲人，感谢你的长辈，感谢你的孩子，那种感恩会自然带来你灵魂的安息。最后牧师有看到一篇文章，他讲了5点说是赶走坏心情的行动。前面我们有提过了，我们把它做一个最后的整理。第一个，要做简单的运动，有氧的运动，那个肢体的运动，让你感觉血液循环好了，就舒服了。第二个，刚刚也提过了，回想生活中值得感恩的事。第三个，你一成不变的生活作息当中，换个环境换个地点，你平常在做事情的这个在这里，我们到那边去做，感觉上换了环境，你就一个空间，你的思考力就不一样。第四个也是你的思考转念思考要学习切换成正向的角度，不要被那些负面的东西抓住你。最后，我们在安静作息当中，有一个小小的叫做小确幸的时间给自己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吃一个小小的甜点，喝一杯下午茶，你会觉得哇，心中很舒服。那这些看起来是很平常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把它做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坏心情就会离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居家防疫当中去找到你生命的价值，找到你重新得力的力量。我们现在绝大的注意力都在防疫啊，什么样的东西不会影响到我？但其实这个时候，当我们好像平安无事啊，外在的新闻在干扰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是心灵的防疫更重要，心灵的健康更重要。期待我们互强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是双赢的人，一个是在居家防疫的方面得胜，我们在属灵上、心灵上、信仰上也能够防疫，不会被负面、被魔鬼撒旦的力量来干扰我们。最后呢，牧师要邀请大家来做几件
祷告哈。不过我们是请期待我们在会后如果有时间，可以做一个家庭祭坛跟分享讨论。我们可以有长辈或是一个领导者来复习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可以分享我们周报当中所写的这些分享的话题跟讨论，或是跟朋友、跟小组员一起祷一祷。那我们要一起透过一段在台北一间教会小朋友他们所录的就是医护叔叔阿姨加油加油这样的一个祷告，那做我们的一个回应。然后牧师在这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请这个影音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生命危险，照顾确诊并慢性生病的人，为台湾付出很多，然后请你让医护人员他们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康，然后可以得到好的休息时间，保守他们的心，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的回家，跟家人在一起，给他们力量，来摆脱他们心中的恐惧，让他们心里安心。求神的平安大大的充满他们的心，自己和他的家人都能得到平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好想和你手牵手。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向大神说爱你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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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大神说爱你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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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大神说爱你哟！谢谢医护人员。感谢主，借由这群可爱的小朋友，我们一起为全国的医护人员，这些在这个疫情风险当中，为我们的健康来守护的一些医疗人员，
祝福，愿神恩典跟他们同在。牧师也带领大家做一个回应的祷告。谢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止息的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生活、工作、心灵、家中、经济，我们都遇到挑战。神啊，这是你给我们一个考试，一个功课。主啊，让我们不要慌张，因为借着信仰，借着信心，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在恩典的水流当中，也因为我们信靠圣灵，就将上帝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真的是平静安稳，回归安息，平安来度过这个疫情。神啊，求你保守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挑战当中，难免遇到不同的困难，生活、经济、健康，或是子女各方面的困难，求神亲自怜悯扶持。有的家庭失去了亲人的，且求你赐下你的恩典、保护、安慰跟力量。主，我们也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无论在医院或者在家中静养的，有曾赐下扶持跟怜悯。我们也感谢你在这段时间赐给我们足够的雨水，让我们不再缺水的烦恼。也求你亲自跟我们每一位长辈，跟我们的家中的小孩同在，让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大家在神的恩典里面平安度过这样的疫情。暑假要到了，我们的小朋友、年轻人不能到外面去活动、热情，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有很好的方式能度过。我们将台湾交托给你，将世界交托给你，神你掌权，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得到神的恩典跟应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做一个简短的补充报告来做结束哈。那第一个，我们的3级警戒第3次延长了哈，要到7月12号，所以我们至少还有2个礼拜，我们要用这种方式在线上礼拜。期待至少可以小小的开放了哈，至少我们礼拜堂有一群同工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敬拜，那感觉气氛会更好一点。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来到。第二个是我们主日奉献、多元奉献，大家都很了解，期待大家关怀关注教会的这个需要，大家能够因为借着大家的关心奉献，我们的教会的经费不受影响，有多元的管道奉献，我们且参阅我们的这个周报哈。第三个是增加了一个报告，就是我们主日学刚刚不知道在10点15分的时候，我们第一次首播我们的主日学的一个礼拜的主日学的影片。那现在你都可以回播了哈，你只要现在看到了再重新播，邀你的小朋友、家中的小朋友一起来收看。因为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学生，有些家长他不在我们教会，所以他可能没有得到这个管道这个讯息，请你不要客气哈，将这样的我们拖在群组里面的收播的网址呢，转贴给我们在不同教会的主日学的学生的家长。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个专门跟分享给所有家长的这个群组了哈，或是 FB 的粉丝团，希望能够很直接的把我们一些讯息分享给他们。请大家为这件事情代祷哈，也为这些工作同工代祷。第三个，中保代祷，我们感谢主，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已经昨天就刚好 ending 了。我们感谢很多代祷勇士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哈。特别我们感谢神在这段时间赐给我们足够的雨水哈，解除了干旱缺水之苦。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这个祷告祭坛的火并不熄灭，我们继续守望，继续祷告，直到这个疫情消除的一天哈。也是一个关怀的事工，我们请各单位、各小组，包括我们的松联团契，我们都能够分配同工来关心，特别是这些长辈在居家防疫，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讯息管道，或是参加我们线上的礼拜，我们借由我们的关怀代祷，让他们得到安慰跟鼓励哈。
如果有需要进一步关怀的，也请联络教会。那在这个礼拜也有2件我们需要关怀的事，就是有家庭失去亲人的我们一起代祷。第一个是杨秀霞姐妹，是我们的信会小组的杨秀霞姐妹，她的爸爸杨进德老先生在6月19号安息，享寿90岁。他们家族还没信主，所以呢，在今天举行这个家庭的告别，是在疫情下另外，也让我们不舍的一个消息，就是之前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张元敬弟兄呢，在6月19号安息别世，享年32岁。元敬弟兄他的家人还没信主所以教会的关怀的这个管道比较少，但是我们特别为这个家庭祷告，愿神的安慰、怜悯、扶持跟他们同在。元敬弟兄在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曾经在我们教会服侍，在青少年、在主日学都有很好的服侍。愿神怜悯这个家庭，也我们在祷告中继续纪念。以上做的报告，我们把时间交给谢牧师，我们来做一个结束。我们起立，一起来唱奉献诗。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个月的金句，马太福音18章的20节，预备，请。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18章20节。最后，我们一起来唱颂荣，我的神，我的王啊！结束，请牧师来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跟从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恩典，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在疫情当中享受神所赐的平静安稳、心灵的安息。愿神的赐福在每一个台湾所有的同胞以及世界所有的人民当中，享受这样的祝福跟恩典，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我们请坐，默祷闭会。我们的聚会到这边，愿神赐福大家。